做地產咁多年咧，了解到一部分嘅朋友咧係對小區物業管理唔係好滿意嘅，覺得小區嘅物業費比較貴啊，然後咧停車又比較貴嘅朋友啊，想了解啲天地樓，但係總價咧又想唔係咁高嘅。咁我今日咧發現咗兩套筍貨啊，可以睇睇啊，停車方面我哋調調鏡頭。嗱，停車咧就方便嘅，係可以停好多車，而且出入方便啊，出入方便，三面通車嘅。咁賣咧就係呢兩棟啦，白色呢棟同埋呢個啡色呢棟，佔地面積咧係40方同埋60方啊，都係3層樓嘅，3層樓，然後賣咧只係一字頭嘅啫，一字頭啊，同一套商品房嘅價格基本差唔多。嗱，前面出去咧就係大信商場啦，同埋嗰個蘇華產醫院。呢邊咧就係嗰個便利市場，中意買餸煮飯嘅，好方便嘅。嗱，有樹頭可以傾下八卦，同啲樓友傾下心事。嗱，一樓咧仲可以做商鋪出租，商鋪上面可以住人只需要100幾個，同埋嗰啲透房差唔多嘅人馬甚至會更平。有興趣嘅現場嚟考察下。